好，来继续来看立法院通过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其中外交部媒体的政策甲业务的宣导费1.1亿去互删除。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感叹，讲恐惊会影响到101研会国际宣传，讲明年伫国外看袂到101的研会咯。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讲，中央政府过去的总预算只有2条，今年有将近3条。 讲安尼无够，这就是咧显示赖政府的评断无灵。台北101跨年宴会有够灿烂，今年宴会表演创下有史以来上久的360秒，也有雷射光雕表演，搭配台湾上用的配角，那台湾人爱看才有感觉。101宴会竟然得到美国 CNN 网站评选为全世界10大有特色的都市跨年活动之一。今年嘛吸引包括加拿大、印度等等不少外国媒体转发甲报道。 不过，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志忠伫面册怨叹讲，台北101大楼跨年宴会表演，当年拢是一场亮丽国际宣传。不过明年伫国外恐惊看袂到啊，因为外交部用过拢会提供免费卫星信号予国际媒体下载，予全世界人享受这个美丽时刻。即马外交部媒体政策甲业务宣传经费拢被剁掉，只需讲国际媒体若需要这个画面爱付钱，予这个吴志忠话讲有够无彩。 101跨年宴会表演，全世界能见度一定会受到真大影响。有4500个非常惊悚的故事，那都是事实。对国家影响是这样，你国家还走得下去吗？你还睡得着觉吗？那呢？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候都只有2兆多，所以如果3兆没办法做事，但2兆却有办法做事的话，那只是显示出赖清德政府的懒惰、无能以及爱说谎。 依照外交部表示，讲立法院将外交部114年度媒体政策甲业务宣传费用都超过1亿1千万，反正讲确实影响到国际宣传。总预算案各部会纷纷发声，朝野立委一人是讲一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